继续是台北的消息，早起7点外，一个驶巴士的驾驶驶到信义区基隆路地下道的时阵，可能是无注意到限制2米悬这个标志，就驶入去地下道。结果这个车挂弄一个猫落，玻璃嘛破去喷出来，车顶3个人受伤送病院，对伫巴士后壁骑士嘛受伤了。 巴士对青阳顶豆豆啊起行，安全经过限高架，收袂到后1秒。车挂去开到地下道的天棚，车门轰隆一个拢拍开，窗仔门也有车的钣金拢轰落啊落柜涂骹，驾驶赶紧停车。 东风玻璃被损，车挂严重变形，拢毛落。围边看过，规台巴士未输是飞天。代志就发生伫今仔日早起7点多上班时间，台北市信义区的基隆路，巴士弄甲遮大下，现场的驾驶伤势上严重。阿毛棍闹着，就爱挂暗科才会当上病院。后座2个70岁女乘客是面小可受伤，总共是3个人送病院。 另外，个地鼠后壁骑士的奥多麦受到损害，因为注意2公尺限高，使入后车顶与地下道擦撞，导致车顶凹陷。本分局获报，立即派员到场管制地下道出入口，通知拖吊车到场排除及协助交通疏导。检视张男驾级正常，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责任尚待分析。现场实施1点半钟的管制，若驾驶无注意到管道的限制，将会依照规定罚1,800块。 是讲当时巴士都已经通过限高架，也是去弄到地下道。到底是地下道内底定居上过低地势车号，也是管道限制有问题？相关的单位强行爱个确认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